咁啲鋁窗運到去地盤，首先就梗係要做來料驗收啦。運到地盤嘅鋁窗最好可以即時落地，同埋派送到各層單位。而工友就記得要用板方嚟承托鋁窗，方便點算同埋減少鋁窗受損嘅機會㗎。咁承建商同埋鋁窗判頭就要查核材料嘅數量、質料等等係咪合乎規格，同埋有冇足夠嘅保護。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則師仲可以要求抽樣湯窗嚟檢定來料嘅質素。至於受損毀嘅材料就唔可以用噶啦，而且仲要即時運離地盤添。至於喺安裝之前，承建商就一定要提供足夠同埋準確嘅平水墨線，包括上下平水、企身、兩邊側身開埋、頂墨同埋曲尺窗用嘅十字墨等等嘅。另外喺收石屎塱嗰陣時，鋁窗判頭、承建商同埋則師仲要先定下收貨標準，同埋預早檢驗石屎窿位係咪適合安裝鋁窗㗎。我知鋁窗判頭要根據承建商提供嘅平水墨線嚟檢查石屎窿嘅大細、高低同埋牆身厚度係咪妥當。另外仲要檢查石屎窿有冇露鐵、黃蜂竇、沙眼、石屎過高或者過低、崩角，同埋有冇青木板、板皮、鐵皮等等嘅遺漏㗎。仲有啊，喺開工之前，承建商就要記得預先同各行業配合，唔好淨係自己顧自己啊。例如預留距離鋁窗邊200mm 以外嘅位置，俾電氣判頭接駁水線，即係二橋 potential bonding， 以免安裝鋁窗磨熱嘅時候咧，水線被切斷嘅。唔止添啊，以室內窗框腳計，石屎窿位同埋窗框之間，仲應該要有25mm 闊嘅虛位，用嚟做抿泥收口嘅。不過實際尺寸就要按照合約章程而定啦。咁完成檢查之後咧，鋁窗判頭就要將記錄咗遺漏或者問題位置嘅石屎窿檢查報告呈交俾則師。喺安裝之前，鋁窗判頭仲要先喺地盤做樣板房嘅，包括窗件組合啦、安窗、打磨椅、撈防水英泥同埋抿泥試水等等程序。做好之後，再經過則師審批 OK 啦，咁啊真係可以大手開工啦。咁由於地盤喺運輸上嘅限制，所以較大嘅鋁窗咧，一般都要一幅一幅咁喺地盤進行組合嘅。不過你知啦，地盤環境就梗係唔及得加工廠咁理想噶啦，所以一定要由經驗豐富嘅鋁窗工友嚟進行地盤窗件組合嘅程序至好啊。工友要先將組件，特別係駁口位清潔妥當，喺鋁料之間咧加上箭通，避免喺收緊螺絲嗰陣時咧引致鋁料變形啊。然後喺企料駁口位釘上足夠嘅膠。喺組合窗框上螺絲之前呢，就記得要加上膠戒指，因為咁樣鋁料就唔會因為接觸其他物料而加速氧化啦。最後就再粘翻保護膠紙就完成啦。咁跟住就可以開始安裝窗框咯噃。首先承建商咧就要用針窿機或者菊花頭將石屎窿位嘅表面打花，咁樣啊，除咗可以增加防水抿泥嘅含着力之外，亦都可以同時檢驗到石屎面係咪妥當嘅。另外仲要注意喺石屎窿位200mm範圍以內，避免有任何暗燈喉、水喉或者去水喉，唔係喺安裝磨耳嗰陣時啊，就會好易整穿噶啦。之後就可以將組合好嘅鋁窗框裝上合規格嘅磨耳啦。咁喺放入石屎窿位之後，鋁窗判頭就要再次檢查窗框位置同埋平水，確定窗框同埋石屎之間真係有合適闊度嘅罅位，足夠做防水抿泥至得嘅。跟住鋁窗工友就要用石屎釘，根據則師批准圖則所指定嘅中至中距離，將窗框穩固咁安裝喺石屎窿位啦。最後記得要接駁好水線，以防鋁窗過電啊。